張凌克與田曦薇這兩個名字在近期的影視圈裏幾乎成了一種糖分超標的代名詞。然而，真正讓這對熒幕情侶的討論熱度從戲內燃燒到戲外的，並非官方釋出的唯美預告或心情劇照，而是一段在網路上瘋狂流傳、畫質稱不上清晰卻足以引爆所有社交平台的側拍花絮。畫面中的張凌克在導演喊卡的瞬間，毫無預兆地彎下腰，一把將還沉浸在角色情緒裏的田曦薇橫抱起來，甚至帶着她輕盈地轉了一圈。田曦薇那雙標誌性的大眼睛從驚愕到笑彎成月牙，雙手自然地環住她的脖頸，整個過程流暢得像一場沒有彩排的即興舞蹈。而最讓網友們反覆慢放、細細品味的，不是那個充滿安全感的懷抱，而是兩人同步到幾乎分秒不差的笑聲，那是一種超越演技、無法複製的頻率共振。劇組工作人員事後在直播中忍不住調侃：我們凌克哥拍武打戲都沒這麼積極，但只要是對戲的體力活，他永遠衝第一個。所有體力大概都內建在寵女友這個資料夾裏了。這句看似玩笑的吐槽，反而像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千層浪。究竟是什麼樣的魔力，讓一個再尋常不過的片場互動，瞬間點燃了整個網路的狂歡？這不僅僅是俊男美女的化學效應，更是一場關於真實感的集體渴求。在如今這個劇本戀愛滿天飛、營業情侶層出不窮的時代，觀眾的雷達早已變得異常敏銳。他們厭倦了按表操課的微博互動，看膩了精心設計的雙人雜誌封面，卻對這種不經意間流露的非營業性甜蜜毫無抵抗力。那段影片之所以能穿透熒幕，是因為張凌克抱起田曦薇時的動作，帶着一種毫不猶豫的篤定，仿佛那不是一個需要思考的表演，而是身體最自然的反射動作。而田曦薇的反應更是關鍵，她沒有嬌嗔的推拒，沒有刻意的害羞，只是坦然接受並享受那個瞬間，那種理所當然的態度，反而比任何偶像劇的台詞都來得動人。當兩人的笑聲以相同的節奏、相同的振幅在空氣中交織時，那已經不是單純的默契能夠解釋的範疇，更像是一種靈魂層面的共鳴。於是劇組的調侃成了神來之筆，他巧妙地打破了演員與角色之間的那道牆，讓觀眾有了一種窺見幕後真相的興奮感。原來那些令人心動的情節，或許從來就不只是演技。讓我們把時間軸拉回那段花絮被捕捉的當天，那是一個連空氣都顯得黏稠的盛夏午後，橫店的拍攝棚裏，燈光師為了追求某個逆光鏡頭的完美，已經反覆調整了將近40分鐘。田曦薇身上那套繁複的刺繡戲服，裏裏外外裹了3層，厚重的頭飾壓得她纖細的脖子隱隱發酸。她飾演的角色剛經歷了一場撕心裂肺的哭戲，情緒的餘震尚未完全褪去，眼眶還泛着淡淡的紅。張凌克則站在她對面，同樣身着厚實的錦袍，額角的細汗在燈光下微微反光，但他的眼神始終沒有離開過田曦薇的狀態。導演一喊卡，場務人員忙着收拾道具，化妝師拿着粉撲準備上前補妝，一切都在混亂而有序地進行着。就在這個時候，張凌克突然一個箭步上前，無視周圍來回穿梭的工作人員，徑直將田曦薇整個人騰空抱起。那一瞬間，田曦薇明顯嚇了一跳，纖細的手指下意識地抓住他的衣襟，但隨即那雙盛滿星光的眼睛裏便揚開了笑意。張凌克並未就此停下，反而帶着他原地轉了一圈，寬大的戲服下擺在空中畫出一道圓潤的弧線，像極了武俠劇裏輕功踏雪的曼妙，卻又多了幾分人間煙火的甜膩。現場最先反應過來的是攝影師，他本能地舉起手中的相機，快門聲清脆地響起，緊接着是燈光師的驚呼，再然後是此起彼伏的口哨聲和鼓掌聲。有人大喊着：凌克哥，你抱得太順手了吧？另一個人接話：導演，這條可以剪進花絮當彩蛋嗎？絕對比正片還爆。張凌克這才緩緩將田曦薇放下，動作輕柔得像在放置一件珍貴的易碎品，甚至還順手幫她整理了一下被弄皺的衣袖。
田希薇站穩後，輕輕捶了一下他的肩膀，真道：你瘋啦！這麼多人看着，但他的聲音裏聽不出半點怒意，反而帶着一種撒嬌似的甜膩。而張凌克只是咧嘴一笑，露出那排整齊的白牙，回了句：怕你腳麻嘛？這5個字說得雲淡風輕，卻像投入沸油中的水滴，讓現場的氣氛瞬間炸開了窩。劇組的副導事後在私人群組裏開玩笑地寫下：凌克的體力條，平常拍打戲只用了20%，剩下的80%全用在照顧希薇這件事上了。從遞水、撐傘、擋太陽到現在的直接抱走，這家伙的男友力根本是內建程式，不需要讀取時間。這起事件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巨大的漣漪，在於他巧妙地觸及了現代人對於情感真實性的飢渴。我們活在一個資訊爆炸卻又情感疏離的時代，熒幕上充斥着速食愛情與工業糖精，觀眾被訓練得能夠輕易分辨哪些是劇本要求的深情凝視，哪些是後期配音的曖昧台詞。因此，當一個未經修飾、毫無預警的真實反應突然闖入視野時，那種震撼力是加倍放大的。張凌克的那一抱之所以被反覆討論，是因為他的肢體語言洩漏了太多信息。他彎腰的角度，托住他雙腿的力度，轉圈時護住他後腦的手掌，每一個細節都充滿了保護欲。那不是面對同事或合作夥伴的舉動，而是面對一個被他視為自己人的對象時才會有的細心。而田希薇的回應更是絕妙的映證，他沒有露出客套的社交性的笑容，而是那種笑到皺起鼻子，眼睛完全迷成一條縫的真笑。根據心理學研究，這種笑容無法偽裝，它源自於大腦邊緣系統的自然反應。更驚人的是那同步的笑聲節奏，有專業的聲學分析賬號甚至將影片中的音頻抽離出來比對，發現兩人的笑聲波形高度重疊，無論是起始點、頻率還是尾音的顫抖，都像是一個無指刻出來的。這種同步率絕非朝夕相處難以達成，它暗示着兩人在日常相處中已經建立了極其深厚的情感連結與溝通默契。隨着這段花絮的影響力從粉圈向外擴散，各種顯微鏡看片的討論開始在各大論壇發酵。有人翻出兩人過去3個月的所有公開行程，比對服裝、髮型甚至配飾的細節，試圖尋找戀愛證據。有人將張凌克在其他劇組的花絮拿出來對比，發現他對其他女演員雖然禮貌周到，但肢體距離始終保持着一種職業性的界線，唯獨面對田希薇時，那條界線仿佛自動消融。粉絲們戲稱他擁有雙標體質，而這種雙標恰恰是大眾最樂於見到的偏心。劇組工作人員的證詞更是為這把火添了柴薪。燈光師在接受粉絲追問時無意間透露，凌克哥的手機桌布是希薇的照片啦，但不是劇照哦，好像是他們私下去吃火鍋時拍的。服裝管理組的人也補了一槍，有次希薇的腰帶鬆了，凌克比我還緊張，直接蹲下去幫他重新繫好，那手法專業到我都想拜他為師了。這些碎片化的資訊拼湊起來，描繪出的是一個截然不同於熒幕形象的張凌克。他不只是那個高冷寡言的仙俠男主，更是一個會偷偷關注對方需求，用行動取代言語的溫暖大男孩。而田希薇這邊，向來以甜美形象著稱的他，在與張凌克的互動中展現出了更加立體、更具生活感的面貌。過往的訪問中，他總是給人一種聰明且分寸感極強的印象，面對感情話題總是四兩撥千斤地帶過。但在那些洩漏出的側拍中，他會在張凌克講完一個無聊笑話後，第一個笑出聲來，甚至會伸手去戳他的酒窩。那種放鬆的姿態，是只在絕對信任的人面前才會展露的。兩人一起看監視器回放時，張凌克會把耳機的一邊遞給他，兩夥頭湊在一起，仿佛周圍的空氣都凝結成了一個專屬於他們的抱抱。化妝師私下透露，有次田希薇因為連日拍攝有些情緒低落，張凌克什麼都沒說，只是在午休時消失了20分鐘，回來時手裏多了一杯他最愛的那家手搖飲料，而且還是去冰、微糖、加蘆薈這種近乎刁鑽的客製化選項。
這些細碎到幾乎不值一提的小事，卻在累積起來後產生了驚人的說服力。他們比任何官方聲明都更有力量，因為他們證明了這段關係的底色是照顧與被照顧的日常，而非表演或炒作。網路上的討論聲浪逐漸從單純的好甜進階到更深刻的分析層次。有心理學背景的網友發文指出，張凌克在抱起田曦薇後的轉圈動作，其實是一種領地宣示與共享喜悅的混合行為。轉圈這個動作在人類行為學中，往往與慶祝和親密掛鈎。它需要抱持者與被抱持者之間有極高的信任度，因為身體重心會暫時失衡，必須完全依賴對方的力量。而田曦薇在那一刻完全放鬆的身體姿態，說明他對張凌克的信任已經達到了一種近乎本能的層級。此外，兩人笑聲的同步性，在神經科學領域被稱為神經同步 （neural synchrony）。這通常發生在長期相處、情感緊密的伴侶或摯友之間，代表他們的情緒感知系統已經調校到相同的頻率，能夠在毫秒之間捕捉並回應對方的情緒信號。這種現象無法透過演技訓練達成，它只能是真實情感長時間浸潤下的產物。這些理性的剖析，反而讓原本單純的花絮事件，提升到了一個關於人類情感連結的趣味觀察，使得即使不是兩人粉絲的路人，也對這種罕見的同步現象感到好奇與羨慕。當然，伴隨着讚嘆與祝福而來的，必然是另一波質疑與批判的聲音。有些人認為，這不過是劇組為了新戲宣傳所精心策劃的一場偶然，所有的偷拍角度，所有的對話內容，甚至工作人員的即興調侃都是寫好的劇本，目的就是為了製造話題，拉升期待值。這種說法並非毫無根據，畢竟在商業操作成熟的影視圈，戲外情侶檔的緋聞一直是行之有效的行銷利器。但當我們仔細審視那段原始影片時，會發現許多無法被設計的細節，例如張凌克在抱起田曦薇之前，有一個不明顯的猶豫腳步，像是突然湧起的衝動。田曦薇在轉圈結束後，因為頭飾歪掉而發出的細碎抱怨，那帶點鼻音的語氣是極其私人的。這些自然流露的瑕疵，恰恰是精心排練的表演所無法模仿的。更何況，如果這真的是宣傳策略，劇組大可提供高畫質、多機位的影片，而非這種明顯由手機從角落偷拍的晃動畫面。另一派反對聲音則擔心，過度的關注會對兩人造成壓力，甚至影響他們未來的合作與私人關係。這種擔憂充滿了善意，也確實是許多真心喜愛他們的觀眾所關心的核心問題。畢竟，在演藝圈中，有多少原本美好的情誼，是在眾人過度的期待與注視下，漸漸變質甚至決裂的。而在這段時間裏，兩人的社群動態也成為了解謎的關鍵線索。張凌克在花絮曝光後的第3天，於自己的 Instagram 限時動態上發布了一張天空的照片，沒有文字，但照片角落裏有一小截淺綠色的衣袖，眼尖的粉絲立刻認出那是田曦薇在該劇中的戲服顏色。這個幾乎像是不小心入鏡的細節，立刻被解讀為低調的認領。他沒有正面回應任何問題，卻用這種隱晦的方式告訴所有人，他並不避諱那段花絮，甚至樂於分享那個當下的心情。田曦薇則是選擇在隔天的採訪中被問及此事時，先是大笑，然後用一種無奈又甜蜜的口吻說：他那人就是這樣，想到什麼做什麼，我也攔不住。這句話表面上是在抱怨，實際上卻錯失了兩人私交甚篤的事實，更暗示着張凌克的衝動行為並非單一事件，而是日常相處中的常態。這種一明一暗、一動一靜的回應方式，展現了兩人在面對公眾目光時的高度默契。他們既沒有因為恐慌而急着撇清，也沒有為了熱度而火上加油，而是保持着一種難能可貴的鬆容姿態。隨着事件持續燃燒，越來越多的幕後花絮像拼圖般被網友挖掘出來。比如某次拍語戲時，張凌克自己的保溫杯裏裝的是薑茶，但他卻在休息空檔端着另一杯冒着熱氣的薑茶走到田曦薇身邊，默默地將兩人的杯子交換，因為他注意到他的那杯已經涼了。
又比如有場追逐戲需要田希薇奔跑摔倒，張凌克在排練時堅持親自示範摔倒動作給武術指導看，只為了確認地面的防護墊是否足夠厚實。這些事情如果單獨來看，或許還能解釋為專業演員的敬業與體貼，但當他們全部搭加在同一個人身上，且對象始終是同一人時，再遲鈍的人也能察覺到那層超越工作關係的特殊關照。劇組內部流傳着一個有趣的說法，凌克的眼睛有自動對焦功能，只要希薇出現在方圓5公尺內，他的視線就會像衛星導航一樣鎖定他。這個比喻雖然誇張，卻精準地捕捉了兩人之間那種難以忽視的磁場。然而，在這場集體洽談的狂歡中，我們也必須時時提醒自己熒幕內外的界線。張凌克與田希薇都是專業的演員，他們的首要工作是詮釋好角色，呈現出精彩的戲劇作品。花絮中那些讓人心動的瞬間，固然是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他們終究是片場這個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產物。那裡有燈光，有攝影機，有角色賦予的情感餘韻，或許連他們自己都難以完全釐清，那一刻的悸動究竟屬於張凌克與田希薇本人，還是屬於他們所飾演的角色。這種入戲太深的朦朧狀態，在演藝史上並不罕見。許多經典熒幕情侶都曾在拍攝期間產生強烈的情感連結，但在戲劇殺青、回歸日常生活後，那份情感便隨着角色的落幕而逐漸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友誼。我們作為旁觀者，享受那份甜蜜的同時，也應當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去釐清與沉澱，而非拿着放大鏡去檢視他們的一舉一動，甚至以此為籌碼去逼迫他們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時間快轉到1個月後的今天，那段影片的熱度雖然稍有消退，但關於兩人的討論依然在各大社群平台持續發酵。有媒體捕捉到兩人在殺青宴上比鄰而坐，偶爾低頭交談，偶爾相視而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未有任何過於親密的肢體動作，甚至比花絮中的距離還要疏遠一些。這個變化被部分粉絲解讀為避嫌，也有人認為是回歸正常同事關係。但或許我們可以換一個更成熟的角度來看待，這恰恰證明了兩人的成熟與專業。他們沒有沉溺於外界營造的粉紅泡泡，也沒有為了滿足觀眾期待而刻意維持親密假象。他們選擇在戲劇結束後退回一個讓彼此都感到舒適的距離，用更細水長流的方式去經營這份在忙碌工作中難得建立的革命情感。無論未來兩人會不會有進一步的發展，或者只是停留在好友階段，這份在片場互相照應、彼此信任的經歷，都將成為他們職業生涯中一段閃亮的回憶。在這個真相往往比戲劇更離奇的年代，我們需要學習的是如何在享受八卦帶來的愉悅感之餘，依然保持一份清醒與尊重。張凌克與田希薇的這段花絮之所以能夠觸動那麼多人的心弦，正是因為它讓我們窺見了人與人之間最純粹、最不設防的情感連結。它提醒我們，即使在這個充斥着算計與包裝的世界裡，依然存在着那些無法被劇本規範的偶然並發的真摯火花。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知到，演員也是普通人，他們有權利保有隱私，有權利選擇何時分享，何時保留。過度的窺探，過度的解讀，甚至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強加在他們身上，都是一種無形的壓力。我們可以為那些美好的瞬間喝彩，卻不該要求他們永遠活在我們的期待之中。最好的支持方式是將焦點回歸到他們的作品上，讓演技成為討論的核心，讓角色的魅力超越演員的私生活。當我們真心喜愛一對熒幕搭檔時，最該做的或許就是安靜地守在熒幕前，為他們的每一次演出鼓掌，然後在燈光亮起時，禮貌地退回到觀眾席，還給他們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間。畢竟，真正的糖不需要反覆咀嚼，它的甜會在適當的時刻自己散發出來。此刻，當我們重新審視那短短幾秒鐘的轉圈畫面，那份感動依然真實。
但願這份感動能化作對兩位演員未來演藝之路的祝福，而非成為困住他們的框架。理性的觀看，溫和的討論，對私人領域的絕對尊重，這才是最高級的喜愛。我們期待他們在熒幕上帶來更多精彩的角色。至於那些鏡頭之外的喜怒哀樂，就留給他們自己去定義與珍惜吧。在喧囂的網路聲浪中，做一個清醒且溫柔的旁觀者，或許是我們能送給這對優秀演員最體貼的禮物。畢竟，真正的情感不需要向外人證明什麼，而真正的好演員也永遠值得我們用最大的善意與最克制的距離去守護他們每一次真心流露的片刻。